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次相聚在他的殿中，一起来朝见他的面，一起来敬拜他。这时候，我们先一起来为自己的心祷告。不管你现在是否准备好要来敬拜神，也许你心情已经准备好了，也许你还有一些担忧，有一些事情让你没办法专心的来敬拜神。这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一切的忧虑、一切的烦恼都卸给他，都交托给他，让我们在今天可以专心的来仰望神，专心的来敬拜神，让我们的心预备好来领受今天神要对我们说的话。这时候就一起让我们为自己的心来祷告，让我们预备好今天的敬拜。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带领富祥教会在过去的49年中经历你满满的祝福。我们知道49年是安息的一年，是一个预备的年。主啊，求你就让我们在迈向50周年的过程中预备好我们的心，修复我们与神你的关系，也让我们修复与人的关系，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以及对富强教会的心意。主啊，求你就带领我们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我们知道50周年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一个新故事的开始。求主你就使富强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在敬拜上，在服事上，在信仰生活上，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提升跟进步，扩张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境界。主啊，求你就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特别保守看顾生命中遭遇苦难以及挑战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赐下平安与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也使我们不因此而失去对主你的盼望以及连结。最后，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敬拜就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看顾这一切，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愿今天的敬拜如同馨香的祭，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向你献上感恩与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准备好一起敬拜我们的神了吗？阿们。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要不停止的赞美天父上帝，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手。属于你，你也属于你，万物都因你欢喜，都要欢呼赞美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也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将你万物的名是有福的，因你名终日欢喜，赞美你。再拍手。也属于你，也属于你，你也属于你，万物都因你欢喜，都要欢呼，都要欢呼，再次都要欢呼，赞美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以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将你万物的名是有福的，因你的名终日欢喜。想欢呼。
主，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宝座前来赞美你，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向你献上我们全所有。主，愿你的国度就降临在这里，愿你悦纳我们全心的敬拜。主，你的灵就降临在这当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你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荣耀永远属于你。万国万口，万国万口万邦，穿着洁白衣裳，我们前来向主歌唱。再次在主你的宝座前，在你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荣耀永远属于你。万国万口万邦，穿着洁白衣裳，我们前来向主歌唱，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的君王。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怀念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扬声敬拜，爱不颂赞，不停息，喜在今在永在，万事尊崇爱戴。为要诉说你的爱，我们向你献上全新的敬拜。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的君王。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蒙恩的儿女歌颂
归于至高全能大君王。我们的生命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我们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配得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生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安全，赐下奇妙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紧跟双手，宝血洗净我污秽，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尊崇，来尊崇赞美。耶稣生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神羔羊，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主你配得，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尊崇，来尊崇赞美。耶稣生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主你配得，神羔
羊配得，神羔羊配得。再次跟主说，主你配得一切，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也献上我们最大的赞美，也感谢你因着我们每一个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但死亡不是一个结束，你在3天后复活，带来一个新的盼望，让我们也可以与你一同欢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欢庆这个主日的到来。主要让我们内心是充满着热情，让我们内心是充满着渴望，让我们的内心也是充满着喜乐，因为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最大的敬拜以及赞美。愿神你在今早再一次赐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你这宝贵的恩典，也看见你这福音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帮助。愿神你赐福在今早的礼拜当中，从开始到结束，也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礼拜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也透过你圣灵的引导，再一次来启示我们，再一次感动我们，透过我们亲近你，透过我们渴慕你，也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你的奇妙，认识你的作为。愿今早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你。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要一起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四位同工。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个经节。第一处的经节，使徒行传11章19到21、25至26。这时候，信徒们因司提反被杀事件所引起的迫害，而分散到各地去，有的远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我们只把信息传给犹太人，但是一些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来到安提阿，他们也向希腊人传讲有关主耶稣的福音。主的能力跟他们同在，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了，归向主。后来巴拉巴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有1整年的时间，2个人到会的会友相聚，教导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第2处的经节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念。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跟希腊王一起长大的马念，还有扫罗。
当他们在敬拜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指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呼召他们来担任的工作。”于是他们禁食祷告，给他们按手，派遣他们出去。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由信会小组。献诗的歌曲是《主，我相信》。献诗完，请曾牧师讲道。曾牧师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一起来礼拜系列，相聚是为了分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再次聚集到
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透过我们刚前面我们的敬拜赞美，也透过信会小组他们的献诗带来的赞美，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要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透过我们今早分别我们的时间，来到主日当中，也在这个地方敞开我们的心，向他热情的敬拜。愿神赐福在我们当中，也将他的恩典也降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这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接着我们再来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在这个时候来安静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可以专心注目在你的话语。也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启示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其中的亮光，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也对我们的生命产生鼓励以及帮助。愿你赐福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在有这个一起来礼拜的这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呢，因为有10讲，所以从去年度其实就开始讲了，那一路讲到今年这个系列的分享，刚好今天是第10讲，要准备做一个结束。那今天第十个分享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相聚是为了要分散。在整个系列最一开始，我们有一起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为什么要来参与聚会？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要花时间来到主日的礼拜当中？参与聚会，参与主日，对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什么样的重要？有什么样的意义？而一路下来，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也看见了整场礼拜当中有许多的程序。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在礼拜当中，我们需要有圣经，需要有上帝的话语？到今天这个系列做一个结束。每一次的聚集，我们一定会有结束分散的时刻。等一下，当牧师祝祷，我们唱完最后的诗歌，我们就会回家了。这场礼拜不会无止境的一直下去，这场礼拜不会一直持续，会有一个结束。但是当我们在这个系列分享开始，以及在那个中间的过程，我们如何在礼拜的当中可以有领受，但最后礼拜要结束，我们要离开，其实有更重要的目的，也有让我们值得学习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系列最后，我们今天透过几段的圣经，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学习。在聚会、礼拜之后离开、分散之后，我们应当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我想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公平，上帝给我们很公平，就是每一个人都有168个小时，在一个礼拜当中，应该没有人是169，或是有人168，或167，每一个人都很公平。一个礼拜大家就是有168小时。那你主日会来参加礼拜，不论你参加华语堂或参加台语堂，就大概可能就1个半小时，可能2个小时。那如果你周间有来参加牧区、参加小组，或者是参加一些服事的训练，那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那所以其实一个礼拜我们在教会的时间，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聚集的时间，大概可能4个小时。顶多5个小时，那算一算，其实我们在教会的时间并没有很多。如果用我们一整个礼拜，我们168小时来算，我们在教会的时间其实没有很多，可能2%，顶多3%的时间，没有很长。更多的时间是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之间。所以在这在一整个礼拜可能只有2%到3%的时间，这短短的时间却时间不长，但却成为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很重要的时刻。
到底我们在每一次的聚集，我们要可以在这里领受什么？以至于我们在离开更多的时间，有164小时或160多个小时离开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这个世界？在聚会之后，如何把剩下的聚会之后剩下这些时间放到生活里面？这其实才是聚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聚会结束，我们如何把我们所领受到的信仰继续放到我们的生活？这才是我们聚会或我们聚集在一起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这个系列一开始有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礼拜都开始会有宣召，会有敬拜赞美，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我们一起唱诗歌，那主领也会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但结束呢？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知道牧师会祝祷，我们会唱最后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就回家。所以我们在一场礼拜有一个开始，有一个敬拜，有一个很热情，但是结束，我们透过祝祷，透过差遣，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若没有上帝召聚我们，若没有上帝呼召我们聚集在一起，那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开始。但是若结束没有上帝的差遣，没有上帝的一个祝福，我们就也没有办法分散到我们自己原本的地方去。所以在一个礼拜当中，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那我们接下来看，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当我们要离开教会接受差遣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行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几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1章以及第13章。但是在这个11章、13章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记录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开始，当耶稣升天之后，他就交给他的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于是这些门徒他们开始就传福音，人数越来越多。而人数越来越多呢，他们就必须要管理饭食、管理行政，于是又找了几个人负责来管理这些事务。其中一个叫司提反。那这些人他们不只管理饭食、管理这些事务，他们也会去传福音，他们也会去宣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但有一次，这些犹太教的这些比较律法派的，就抓住他们的把柄，说：他们所讲的话都是在亵渎上帝。他们在讲的话都是亵渎摩西的律法，于是就把那个司提反抓到议会去。但最后的结果是，这些人他们听不进去司提反所说的，所以他们决定就拿石头把司提反丢死。于是根据《使徒行传》第8章就这么描写，当时耶路撒冷所有的信徒就受到很大的迫害，他们不得已逃到犹大，跑到撒玛利亚，跑到各个地方去。所以《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就这么记载，他说：从那一天开始，就是司提反被石头丢死的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到非常残酷的迫害。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方去。于是到我们今天所看的第11章，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但是最后又聚集到了安提阿教会，在那里有一个新的聚集。而这个非常大的分散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迫害，对于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信徒来讲，但是这个分散在那个困难当中的分散，却成为他们可以四处见证福音的开始。他们原本都是在耶路撒冷而已，但却因为这样的缘故，一个聚集变成一个很大的分散，而他们的分散出去，又变成了聚集更多对救恩、对耶稣基督福音渴望的人。他们延续了这个信仰的传递，所以你看这场聚集原本是在耶路撒冷很兴旺，但因为一些事情分开了，分开之后却又产生更多的聚集，更多的聚集又产生更多的分散，让这个福音又继续的被传递分享出去。最近我们透过这3段的经文，也透过在使徒行传所记录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安提阿教会所经历的，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在每一次的聚会、主日的聚会，甚至我们说牧区小组的聚会或团契的聚会，或你参与一个服事之后，当我们离开，我们应当带着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个，我们也还是再一次回头来看，我们为什么要相聚？虽然这个在这个系列最一开始有提过，但是我们还是再次来回顾，我们为什么要相聚在一起？
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是一群被福音而吸引的信徒，我们成为一个有福音的教会。一个教会若没有福音，一个教会若没有办法讲出福音的故事，那它没有办法可以被称之为教会。教会的建立，我们从刚才的故事看到，我们大家再次看那个经文就发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是因为有福音，这群人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听到耶稣的好消息，听到生命的改变，所以这群人聚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要聚？为什么我们要聚会？为什么我们要参与？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都是被福音吸引的信徒，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教会。刚的经我们再次回顾，他说信徒因为司提反被杀的事件，所以引起的迫害就分散到各地，有的远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他们把信息传给犹太人，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塞浦路斯、古利奈的信徒到安提阿，他们也跟希腊人传讲有关主耶稣的福音。所以当这群人分散出去，他们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但是不论对希腊人讲，对犹太人讲，到腓尼基、塞浦路斯，他们到古利奈，不管到什么样的地方，他们都只讲一件事情，讲福音，讲耶稣的好消息，而让人聚集在一起。刚刚说他们分散是因为他们遇到很大的困难，遇到当时有个很大的迫害，所以他们离开。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也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跟挑战，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些事情可能也会让我们分散开来，而甚至当我们聚会结束，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是分散的。而在那个分散的过程，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挑战。因为不像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群人，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彼此祷告、彼此祝福，马上可以彼此的分享。当我们聚集结束分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常常是一个人，我们可能是要独自去面对一些事情。但是生活的难处，或是像当时的使徒行传教会，让他们分散开了，但是福音又让他们相聚在一起了。这是福音的缘故，又让他们相聚在一起了。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次的相聚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每一次可以参与聚会，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从当时的教会的背景，我们先来看塞浦路斯人，海岛的；古利奈人，北非，你可以说是沙漠的；希腊人、犹太人住在平原的，不同的人、不同背景的，他们都到了安提阿教会。以我们现在的角度，其实原本我们应该会是一个社区的教会，就是附近的居民来到我们这边，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富阳教育，很多人其实不住在东区，你可能住在南区，住在安平，住在安南区，甚至你可能住在旧台南县，你也来到这个地方。每一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每一个人讲的语言其实也不太一样。当然，我们在第二堂我们习惯是华语，但第一堂习惯是台语，但我们所经历的其实也不大一样，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接受的价值可能也不一样。所以你想，这么不一样的一群人，我们却可以聚集在一起，其实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如同当时使徒行传的教会也是，所以上帝把我们这些不一样背景的人放在一起，有他特别的心意，就是因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跟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因为福音让我们可以彼此连结在一起。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因着福音，让我们可以彼此连结，聚集在一起。我们要知道，来教会聚会不是因着说习惯，就是早上10点50了时间到了，所以礼拜天我要来参与聚会。或者是周间牧区小组的时间到了，我要来参与聚会。也不是因为说我要来交朋友，或者是我要来这边吐苦水。我来这边一直抱怨我发生很糟糕的事情，或者是带着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而来。我们要知道来教会，我们为什么来被吸引而来？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吸引我们而来，是因为我们认识、也相信、也听过这个福音的好处而来。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只是为了自己被满足，只是认为需要聚会了，所以我来，那就非常的可惜了。
在约翰一书第1章第3节这么说：“我把所看见、所听见也传给你们，好使你们能跟我们共享团契。这团契就是我们跟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约翰这么写，他告诉收信的人说：“我把我们看见、听见的也传给你们，他们所经历到的耶稣，他们所经历到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那是共享一个团契。共享一个聚集，而那个聚集不仅是只有人而已，而是有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第一个，我们再次的来回顾，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聚集？我们相聚是为了什么？是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因着福音被吸引，也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是福音的教会。特别是在接下来9、10、11、12，我们常常会把这几个月份，我们说是一个福音月。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会透过感恩节、圣诞节，透过幸福小组，透过一些这个福音的餐会，透过许多的不同的活动或不同的事工，我们会邀请人也想要来进到教会，可以听见这个美好的福音。所以，我们为什么聚，或者是为什么办这些的活动、这些的事工，目的也都是要让人看见福音在这个地方。而第二个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那为什么我们要聚？既然是福音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为什么要聚在这里？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被建造成基督的门徒，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我们为什么要聚在这里？是让我们可以被建造、被建立成一个基督的门徒，让我们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刚我们一起读的第2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章，有1整年的时间，2人和会友相聚。这2人指的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教导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巴拿巴、保罗他们一起到那个地方安提阿去。他说有足足1年之久，跟会友在一起。重点是他们教导了许多人，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教会当中，除了被福音吸引聚集之外，在那个地方他们也学习被教导，学习他们被训练，在那里经验看见上帝的作为。于是外面的人就说：“哇，这群人叫做基督徒。”所以在他们的聚集，在每一次的教导当中，他们的生命就逐渐产生一个不一样的特质，他们的生命就开始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样式，以至于被人家说他们叫做一群基督徒。当然，基督徒这个词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很对我们多数人都很熟悉，不陌生。我们也会跟别人说：“哦，我是基督徒，我会去教会，我是基督徒。”但基督徒这个词，我们很常讲，其实我们也了解它的意思，就是基督的跟随者，耶稣的门徒。门徒这个词，但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来看它的词在原本的希腊文当中，它有很多特别的意思，它包含了学习，包含了发现，包含了体验，也包含了训练。所以当这群人，他们外面的人看到说：“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一群基督徒，代表他们是基督的门徒。他们在当中有学习，他们在当中他们有发现，在当中他们有体验，更重要，他们有被训练、被操练。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很重要。我们在这里是要有学习的，在这里我们是要被操练的，在这里我们是要有发现的。”所以聚会，每一次的聚会不是为了需要聚会，所以我们才来聚会。每一次的聚会不是因为说我需要聚会，所以我来聚会，或是举办一场聚会，举办一个事工，是因为需要有一个事工，所以我来做。每一次的聚会更重要是为了结束分散之后的生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我每年教会都会举办夏令营。那今年夏令营结束，有一个青年就来问我说：“牧师，为什么每年都要办夏令营？到底办夏令营目的是什么？因为办夏令营时间那么长，又要事前要训练，又要预备，然后暑假又不能出去玩，为什么每年都要办夏令营？”
难道我们办一个营队，每一次的聚会，或是任何的事工，是为了需要有一个才办吗？还是为了什么样更重要的目的？当然，我们所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一些事工的参与，我们背后一个更大的目的是，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事，透过这些不同的事工，我们可以来分享福音，我们可以让很多还没有接触过的人，他们有机会来听见。但是更重要，对我们自己本身而言，是关乎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我就问他说：“那在这个营队当中，在这个聚会当中，那你自己有没有获得？在这个营队当中，你有没有获得？或是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于是他就开始分享他看到了什么，他经验到了什么。所以每一次来参与主日的礼拜也好，参与任何的聚集也好，重要的是在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在当中我们有没有生命被在过程有没有体验到上帝的作为，更重要有没有在这里我们真的带着一颗学习的心聚集在这里。有一个哲学家齐克果，他分享了一个关于鹅的一个寓言故事。他讲一个寓言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他养了很多鹅，然后他训练他的鹅很聪明，就每一个礼拜呢，他就带他一群鹅呢，就会到教会去听讲道。那这个牧师就看到说到一群鹅来所以呢牧师就想说好，一群鹅来，所以他讲道内容呢都是讲怎么在天上飞的好处在天上可以飞很高，那个在天空上很凉，然后那个飞行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那于是这群鹅呢，每一次做礼拜呢都听得津津有味，哇，好开心。那礼拜结束呢，他们就会去礼拜堂外面，然后就这样嘎嘎嘎嘎嘎嘎，呱呱呱讨论说啊，飞有多好啊，可以飞很高，飞很远。但是讨论完之后呢，他们又跟着主人走回家。于是下个礼拜，他们又跟主人一起走来教会听有关于飞行的讲道。当然，这是一个寓言的故事这是一个比喻的故事当然，我们不会看到有人真的带一群人来听讲道。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来参与聚会，每一次来到主日当中，我们有没有在这里也被建造？我们有没有在这里也有新的学习跟发现？所以教会的聚集，除了让我们可以亲近神，教会的聚集让我们可以敬拜神，更是让我们有机会被装备，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也承担神交代我们每一个人，或交代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所以在以弗所书第4章16节这么说，他说：整个身体都依靠它，借着各关节、经络互相配合，彼此连结。这样，当各肢体发挥功用时，身体就会在爱中渐渐长大，建立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一起被建造起来，在每一次的聚会被训练、学习。我想，不仅我们的生命会被建立，我们的教会也会一起被建立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而聚？为了要被建造成基督的门徒，我们也成为一个学习、被训练的教会。最后，那我们为什么要散？我们为什么要散？如果聚会那么的好，敬拜神、亲近神，我看刚刚大家敬拜赞美都很投入，然后都很渴慕在敬拜。如果敬拜那么好，参与聚会那么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离开？为什么还要分？他们就在这么一起一直敬拜就好啦，在这里一直赞美就好了。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散，是要成为被差派到世界的使徒，差派到我们工作的使徒，差派到我们学校的使徒，差派到我们家庭的使徒，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带有使命感的教会。使徒行传第13章，安提阿教会他们一起聚集、祷告、敬拜的时候，经文这么描写：当他们在敬拜主、禁食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指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呼召他们担任的工作。”于是他们禁食祷告，给他们按手，派遣他们出去。当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聚集的时候，圣灵感动说要差派出去。而这让我们看见
当我们聚集，我们敬拜，圣灵给予人感动，给予教会感动，要人被差派出去，要人不是只有聚集在一起，而是要走出去。所以，如果你从圣经史学上看，前半段是耶稣的比较多，是耶稣的这12门徒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但是从13章开始到28章，是安提阿教会，他们派了巴拿巴，派了保罗走出去，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故事，开始了宣教的旅程，开始了他们使命的旅程。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被呼召出来，要来归向神。我们在我们破碎的世界当中，在充满挑战、困难的世界当中，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福音，让我们可以归向他。但是更重要，他也差遣我们领受这个福音，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世界，要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困难，我们都有一些挑战，我们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上帝不看我们这一些不好的，上帝不看我们这些觉得是缺憾的地方。就如同保罗过去在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前，经文刚刚的描写，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他是在抓捕基督徒的。但上帝感动他，光照他，让他被这个世界被呼召出来，让他去成为传福音的使徒，但也同时让他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者。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当然我们认识了这个福音，听见了这个好的消息，生命仍然会有困难的地方，仍然会有挑战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当我们被呼召出来，我们一起归向神，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就让我们重新领受到恩典，重新被装备起来，然后可以出去。有一个在中南美洲的一个阿根廷的布道家，他在有一次布道的过程，他分享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教会就像堆肥，聚在一起，臭味四溢啊，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困难啊，然后有一些挑战哈，然后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些缺憾，聚在一起哈，然后就是大家就只是聚在一起。但是当教会的这群人聚在一起，领受恩典，分散开来，反而就丰富了世界。当这些原本该是堆肥的，撒到那个土里面，撒到农田里面，农作物就生长起来，植物就生长起来。所以让我们在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有趣，但是也让我们去想，确实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丰富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都只在意自己，觉得啊，我跟我熟悉的人在一起就好了，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好，我找我自己喜欢的聚会在一起就好，但不愿意分享，那就失去我们聚在一起的意义。教会不是一个别墅啊，或者是一个很美丽的花园，或者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堡，然后我们就把自己关起来，然后把自己享受在当中，很舒服、很平安就好了。如果我们都只在意自己，那只觉得我在这里享受那是最美好的，那我们真的会失去了我们聚在一起最重要的意义。所以聚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要有机会可以走出去，目的是为了我们可以分散出去。我想越愿意分享福音，就愿意有福音可以传；越愿意给予的时候，我们就越有能力可以给予。越愿意分享福音，我想就会有更多的福音我们可以去传。而我们愿意给予我们的生命，给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我们就越有能力，我们可以去给予。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我们在整个系列当中最一开始也是用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因为它是整个礼拜的模型，整个礼拜的原型。而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最后就这么说：我听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替我们去传话呢？以赛亚回答说：我去，请差遣我。所以当我们等下礼拜要结束，我们要回家要散的时候，牧师也会祝祷，也会差遣。但是当我们结束离开之后，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带着什么样一个心情离开？而且因此，这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相聚，更重要是为了要分散，为了要
继续分享他的福音。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耶稣复活之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正如父亲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因着神先差遣了我，现在我也要差遣你们。”耶稣先被差遣到我们的世界，差遣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现在他再次也呼召我们，不是只有聚集在一起，也呼召我们可以进入到别人的世界当中，进入到别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聚集而敬拜，我们聚集而学习，我们聚集而受装备。但是分散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分享如何关怀，分享如何去传递这个美好的福音。所以今天是这个系列最后一讲，我们在讲礼拜。所以不论我们聚在一起，或者是我们大家分散了，我们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表达出信仰的样貌。我们聚集在一起所看见的是我们对于敬拜的渴慕，聚集在一起是我们看见我们对于亲近神的热情。但是当我们分散出去，是让人看见我们如何回应，如何表达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美好的领受。所以主日聚会结束，不是觉得终于结束了，终于结束了，下午可以好好休息，下午真的可以礼拜天放假了。主日不是就回去就是我可以休息了，我可以回家了，而是更重要是进入一个被差派的开始。到下一次的聚会前，聚会和聚会之间，那就是一个我们被差派的时间。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重新领受；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重新对焦；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重新学习；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重新受装备；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重新看见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被进到一个差派的开始，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工作，回到你的学校，回到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开始在那个分散的过程，继续将耶稣基督美好的福音分享，让更多人因着我们的生命看见耶稣基督美好的样式。愿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在今天透过这几段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聚集、我们分散带给我们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差遣我》。而这首诗歌结束之后，我们要为几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公祷。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战斗。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我们再次从头来唱。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战斗。
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我们为我们的心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聚集的时候，不论在主日礼拜，不论在小组、在牧区、在各种服事的场合，都让我们知道聚集重要的目的。也求神帮助我们放入一个从他而来的感动，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分散之后，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环境，该如何回应这份美好的恩典。求神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差派我们每一个人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接触的地方来分享他的福音。第二件事情，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上个礼拜我们正式进入教会的49周年，也要一步一步的迈向教会的50周年。求神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每一次聚集，让我们教会每一次的事工都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名，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福音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也使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为主所喜悦的教会。第二件事情，我们为了刊登在周报当中，或者是你所知道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们现在正遇到困难、遇到挑战，不论是身体的病痛，或者是生活当中的需要，都求神来带领、来帮助他们。我们一起开口为这3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看顾施展的时候，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同在当中，带领我们施展我们的看顾人生，好让我们在每一个事情的时候，谢谢你施展我们的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看顾人生，是我们应该这么得到这个，谢谢你施帮助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样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也献上我们的感谢。因着你差派耶稣基督先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领受福音的美好。也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敬拜你，在这里赞美你，在这里学习福音的美好。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在每一次的聚集，不仅是享受福音的好处，也在这个过程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透过每一次的聚会被你更新，被你操练，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经验，更多的看见你美好的作为。主啊，更重要，让我们不要忘记聚集之后，当我们离开时，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使命，你给我们不同的工作。当我们离开教会之后，离开聚会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工作，回到我们的学校，回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所交代我们的，让我们也看见我们身旁每一个人他们真实的需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让我们分散的时候就如同馨香之气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旁。也求你继续赐福我们的教会，在迈向50周年的过程，我们所举办的每一场聚集，每一场的训练，都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祝福，也成为建造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过程。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在迈向5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你美好的作为，也看见你美好的心意，让我们的富强教会真的成为一个荣神益人，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也恳求主你带领赐福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特别在有些人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内心当中，现在正遭遇到困难，遭遇到挑战，遭遇到许多
无法面对的事情，但主你是知道我们内心的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求的。恳求主你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美好的安排，来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人在因着跟随你，因着相信你，就看见主你要为他们来开道路。主啊，再次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也恳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都不断的来回应，也来思想你美好的恩典。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感谢郑牧师带来美好的信息跟提醒。记得上个礼拜牧师在分享，我们在那个基督教协进会的总干事夏中坚牧师他特别提到说，在1979年，就是大概我们富强教会成立3年之后，整个台湾的教会一个大转型、大提升，其中有4项很重要的事工，就是对圣灵开放；第2个是祷告山运动；第3个就是敬拜赞美；第4个就是小组事工。我们感谢主，我们富强教会迎接49周年。大概我们在后半段，等于是富强教会设立25年之后，我们整个教会就迎上了这个圣灵的浪潮。那我们明年要迎接50喜年了。这位夏中坚牧师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一个他自己感觉很重要的点，他很会办那个大型活动，比如说大的布道会大的灵修会这样子。但他后来进入中小教会，他在操练说，每一个基督徒重要的不只是来教会聚会，重要的是你出了这个礼拜堂，到外面是不是还在礼拜，还是不是在敬拜神，还是不是在为神做见证。他把这个理念透过他的一个教导训练在台湾的各个教会。那其实这也跟我们勉励今天郑牧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来这边是接受祝福、培训、教导，但是我们要带着这个使命到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岗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来为主做见证。期待这个美好的信息，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能够掌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今天呢，除了分享神的话之外，我们一个特别的见证，就是我们中保代祷即将52期要进入尾声了。9月开始一个新的中保代祷的节期开始。那这一次呢，要由黄小蜜姐妹她要来分享在中保代祷所得到的学习跟见证。我们拍手欢迎她。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中保代祷福赐团的同工小蜜，我今天代表中保代祷团要做分享跟邀请。在这一次的分享有一个问题，想要请大家一起思考：弟兄姐妹，你会为了一件事情祷告，你能够坚持多少年？有的人说坚持多少年，有没有讲错？没有，就是坚持多少年。我们家在台南呢，已经住了20年。买房子其实我们家就是一直都有在规划。有的弟兄姐妹就说，哪有买房子很难你就冲动就给他买下去可是就算我们冲动上帝也没有给我们买下去。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就足足为了这件事，直到我们现在买到房子，经过了15年。这15年我们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像之前代祷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马上写，
马上就买到，而且还有什么骨折价啊，怎么样的优惠，我们都没有，就是什么奇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我们，就是都没有发生在我们家，而且我还会因为这15年来因为买房的事情常常流泪，然后祷告，就是就会跟上帝说，上帝你真的是。为什么别人马上写，然后就可以来中保代祷分享，然后就有，然后呢，我现在还在为，因为我们现在的家的邻居其实都不是，就是不是很友善，然后那时候也会因为跟邻居的纠纷常常哭泣，那时候还要为着，跟上帝说，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还要为邻居祷告，然后，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有应许，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每次我们就觉得说，有希望了，有希望了。可是上帝啊，就会打破啊，就是没有让我们成就。然后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是，其实有一点灰心。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年前，2023年那时候4月份的时候，那一张祷告卡到现在我还记忆很深刻。因为那时候又大哭了一场，然后那时候抓着慈宝姐哭了很久，然后抓着我们小组长娘又哭了很久，说我又要为了买房子又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那一次真的是非常的难受。然后因为我有写，那时候我就特别因为这件事情又发生一件神迹，就是2023年4月16号那一天的主日，因为我哭完的隔天就是主日，然后那一天主日的讲道就是曾瑞平牧师，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一直问说为什么，然后曾瑞平牧师那一次的讲道就回应了我为什么。他说我们渴望得到的所有的答案，但拥有上帝本身已经是取代所有的问题。那时候牧师就用高居民牧师的信息来来跟我们做分享，我这里简单的分享一下。高居民的牧师的信息是说，我求主给我一束鲜花，但他给我一颗又难看又有刺的仙人掌。我求主给我几只美丽的蝴蝶，但他给我许多丑陋又可怕的毛毛虫。我震惊，我失望，我哀嚎。我经过许多日子，忽然看见仙人掌盛开了许多鲜艳的花，那些毛毛虫也变成美丽的小蝴蝶，飘舞在春风里。上帝的旨意就是这么的美善，感谢主。那一次的信息，其实一直到我现在还是觉得很激动，也是觉得很受安慰。上帝没有为自己提出辩解或解释，因为他的答案就只有应许。所以在今年4月的时候，一样我就是遇到我又要买房子了。可是其实这15年啊，我都等了。我这一次就其实还蛮平静的，不像2年前哭喊的。然后呢，我就是一样写了代祷卡，然后就是52期的中保代祷，我进去代祷室祷告。然后但是这一次其实真的很不一样哦，上帝这一次就让我觉得，他掌管了一切啊。我们家好像就是被保护者一样。首先呢，就是很奇妙，他带领一个很好的仲介，来帮助我们找房子。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家，我都觉得是上帝帮我们选的。然后因为现代令的问题还有很多的部分，所以贷款其实是非常不好贷。但是我们贷款还是有一些，跟上帝祈求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很奇妙的事情是，上帝其实都应允，然后一直为我们开路。然后之后呢，我还是一样又跟慈宝姐分享了。然后慈宝姐那时候就跟我回应说，虽然以前啊我们都一直买不到自己的房子啊，好像有一种感觉说啊，上帝都没有在听我的祷告。但是呢，其实上帝其实知道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需要，所以一直为我们家预备，所以就这样子保护了我们15年。所以当这15年来我就是
无力啊，就是很跌倒的时候，我就会跟上帝说：好，那我顺服你。如果你有计划的话，我就愿意等你。我还会继续的祷告，我会继续的等。而且我跟上帝说，有一天我一定会因为买房子这件事情，在弟兄姐妹面前跟大家做见证。其实我们中保代祷小组还有一个赖的祷告网，可是这个赖的祷告网呢，是为了就是很紧急，比如说你立马一定要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呢，写在赖上面。其实我在5年前就发生了一件，一定要立即有人帮我祷告，是我忽然接到我爸爸就是我爸爸病危，那时候已经在加护病房，然后呢，那时候我就马上写赖小组，已经有。就是弟兄姐妹开始在为我祷告，然后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教会有中保代祷团这个设立，因为那时候压力其实非常的大，每次就是还好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进到祷告室里面，有时间跟神安静的对话，那个时候就是像你在充电一样，因为你必须要安静，你才能得力。然后那个时候跟包括最近我都跟我先生说，还好我有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然后遇到过很多的事情，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都很灰心，甚至都跌倒。但是就像我刚刚分享的，因为上帝会透过不同的方式给你安慰，就像那一次我隔天就听到郑牧师的主日分享，然后在这过程里面，我的小组长他们也一直为我们祷告，然后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也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没有放弃，信靠耶稣。用一句圣经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以弗所书3章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它其实不是许愿，是神会让更好的实现。但是我们也经历说，祷告了15年，也经历到说，我父亲的这件事情，其实很快的就得到应允。因为5年前我父亲他病危，那个时候疫情呢是刚开始要大爆发，尤其是我爸爸在加护病房，那时候我住台南，他在屏东，我们一天只有1个时段可以探视，所以我那个时候一接到病危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很害怕。然后那个时候我马上写了一张我那时候先写赖，之后回来再补写了一张代祷卡，我就求神能够帮助我。其实我那时候非常的希望我的爸爸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有家人可以在身旁，而不是看护，最好是我。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非常的希望临终的时候我能够为他祷告，可以给他很大的安慰。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把握，因为谁能知道时间？谁能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父亲是最后一段路，这时候真的是只能祷告。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我就请问那个夏牧师，我说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因为在加护病房没有办法有任何牧师可以进去为我父亲洗礼，或是跟他讲信息。然后牧师就说，其实我们做儿女的有为就是我们家人祝福的权柄，特别在疫情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去。那个牧师就教导我怎么为我父亲洗礼，那时候我就在加护病房为我父亲洗礼。其实我已经洗完礼之后，我觉得我父亲神已经拯救了他，因为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医生有说，如果他一出加护病房的话，他就一定会去世。可是因为加护病房一天只有1个时段，也只有1个人可以进去，但是我们还是有妈妈跟弟兄姐妹，就是有我哥哥，那怎么办？然后呢，神其实在那时候又行了大能，我爸爸竟然顺利的从加护病房移到安宁病房。可是其实移到安宁病房的时候，探视的时间还是固定的，然后我还是依旧的希望我能够陪我爸爸走人生最后的一段路。那个时候我感谢代祷团的同工跟弟兄姐妹非常迫切的为这件事祷告。其实
从加护病房出到安宁病房只剩9天，就是我爸爸出去只有9天的时间，然后这9天的时间其实还包括我的就是区长，还有小组们特别从台南，然后大家一起到安宁病房为我爸爸祝福祷告，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受到鼓励，我的家人也非常受到安慰，其实真的是非常谢谢。然后这件事情的马上成就，到有一天其实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护士本来因为我赶回去的，我那一次也是正常的回去探望我爸爸，然后他们就说已经不行了，但是我回去的时候为我父亲唱诗歌，他仿佛就在等待我一样。那一天呢，我们就度过了一个很好的早上。那我觉得我心里就觉得说我需要再陪伴他一下，然后果不就是真的在那一天的时候，我爸爸就在我眼前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就为我父亲按手祷告，我就用临终的祷告为我父亲祝福，我就跟他说，那个爸爸，你要看着光，那边有神会带着你走，你一定要跟紧神。然后之后呢，我就跟上帝祷告说，如果我爸爸已经在你那边的话，你一定要让我看到彩虹。然后感谢神啊，神也让我看到彩虹，确定我爸爸已经在他那边了。经过了这么久，其实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为那件，就是我父亲这件事，跟弟兄姐妹好好的说谢谢，谢谢大家那时候对我的帮助。其实更谢谢上帝能听到我们的祷告。最后我要分享的事情就是，你的祷告其实上帝都有听到，神也有他的计划。时间的长短其实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你绝对不能够放弃。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你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谢谢上帝。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们中保代祷，有3张代祷卡。那这3张代祷卡分别是蓝色的为事工卡。如果你有任何在教会有事工要推行，请你一定要记得写事工卡。我们会为了这个事工，迫切的为这个事工能够成就，好好的祷告。然后接下来是黄色的祷告卡，这个代祷卡是大家最常运用的。然后代祷卡每一次呢，我们在代祷卡上面一次写一个我们需要代祷的事项。你写的越明确，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精准的为你所负担的事情好好的祷告。那代祷卡上面会有一个就是一般跟紧急，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这张代祷卡会持续的为你所要代祷的事情持续代祷3个月。那紧急呢，如果你够紧急的话，我们就会为你这件事情迫切代祷1个月。所以呢，其实不是紧急跟一般没有分这个事情的严重，或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重要，只要你写这张代祷卡，都是最重要的代祷事项。我们都一定会为了你这张代祷卡，好好的为你祷告。然后接下来呢，这张红色的代祷卡就是应允卡，希望所有写到代祷卡的弟兄姐妹都一定能够写到这一张应允卡，就表示你受到上帝的祝福跟应允。也希望你受到应允的当下，一定要勇敢，不是一定要认真的写下来，因为你的应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呢，你也可以选择说你想要公开与弟兄姐妹分享，或者是说你不想公开，但是很重要的事情说，你一定要记得写这张代祷卡。53期的中保代祷团服事又要开始报名了，请大家一定要就是请大家能够关注这件事情。
当然，我也是非常的希望你跟我可以一起继续的加入中保代祷团队，让我们彼此的代祷与神同行。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小蜜的美好的见证哈。我们这一期是53期，就是要迎接53期。我第一堂礼拜我问到我们的慈宝老师，我说我们的中保代祷勇士有几位？他说80多位哈。那我就一个感动说，明年我们要迎接50几年，对不对？我们希望能够代祷勇士至少是50的2倍，能不能冲到100个这样子？我们现在在1楼的那个祷告室现在重新装修，非常的非常舒服，非常漂亮。那你在那边祷告更有恩膏了哈。那其实我们发现说，这一次因为在整修嘛，所以我们就代祷室移到我们1楼这个大礼拜堂的1楼的一个小祷告室。那一间其实平常都空着，也是可以祷告所以如果说我签名了3个人同一个时段怎么办？我们这边也可以用到一个所以鼓励大家踊跃报名希望明年可以冲到100个那我们的这个场地在最近整修，所以都在1楼跟2楼我们这个礼拜堂大家如果在那个时间注意不要干扰到我们同工祷告的时间另外我们这个祷告的树第2集已经圆满收集完成了，我们现在开始在进行编辑希望明年我们的周年庆可以印得出来给大家一起做一个勉励跟参考希望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记得要报名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这个中保代祷的事工，至少你可以写代祷卡我们在1楼的办公室都有代祷卡就是你填上你的需求你需要代祷的事项，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的使用。我们富强教会的代祷团很多人做见证，有这个恩膏就很多人都见证说神为他预备了买了最便宜而且又好的房子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代祷团有这样的恩典期待大家一起踊跃来参与报名参加53期的我们的这个中保代祷来。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
跟随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的金句，请看周报的最后面，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弗所书6章1节。我们再念一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弗所书6章1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主日服事的同工，主理是夏牧师，司会是张志奇执事，其他轮值的侍奉同工，再自行参阅。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第1项，本主日为总会、教会与社会奉献的主日，可索取专用的奉献袋，为风灾救助及教社的主日来做奉献。第2项，今日召开定期的小会，也是50禧年的筹备委员会，我们请全体的委员预备心来参加。本会自7月28也开始启动教育中心地下1楼的装修工程，邀请兄弟姐妹关心，也为修缮的这个部分的经费来做奉献。第4项，第53期中保代祷服事已经开始做报名，代祷室的移动地点，也感谢大家的体谅跟配合。第5项，本会在9月7号也陆续开始推动第8期的幸福小组，请各小组预备心来筹备。第6项，本会在下个礼拜，我们有邀请8角塔合唱团的来本会做献诗，那他们也在9月3号晚上7点半会在台南文化中心的演艺厅举行。邀请大家兄弟姐妹可以买票参观，来欣赏他们的演唱会。以上，我们再请夏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好，谢谢。我做一个补充回复哈。我们在这2、3个月在进行地下室还有1、2楼的装修哈。我们感谢昨天呢，我们各牧区来了20多位勇士哈，哇，在很炎热的天气下，在地下室我们已经囤积了就是从我们开始使用地下室，很多的旧物品把它清走哈，现在变成很宽敞哈，感谢主谢谢我们每一位同工的辛劳哈。那在这段期间，我们教会呢推动50禧年的事工哈，我们把一些装修的工程都集中在49、50年。那其实本来我们教会平常就有一些装修工程了，但是现在把它集中起来，作为50禧年的一个特别的事工。那跟我们的各种庆典的事工有很多的经费哈。那我们都开始鼓励说，弟兄姐妹大家有感动，能够为50禧年的事工来做奉献哈。大家有份于这个庆典，除了庆祝还有纪念的事工、灵修的事工，还有研习的事工，我们有一个装修的事工如果你有感动，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是50禧年的感恩奉献的奉献袋专用的你就可以记名，然后填上你的电脑编号。那有的习惯用1年1次的这个牛皮纸也可以就填上你所有的奉献因为我们希望这些大家都有份在这样的事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有2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来。第一位是林宏林弟兄，林宏林弟兄在哪边？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拍手欢迎他。那是跟我们上个礼拜吴代忠弟兄一起来的啦他们都一起来集合在我们当中，欢迎你欢迎你常常来，谢谢，请坐。第2位是潘淑芬姐妹，在这里 ，OK， 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感谢主，愿神的恩典跟你同在。那牧师再做1、2个补充了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的执事宛如执事有报告说，
我们下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献唱，就是八角塔合唱团。那其实八角塔合唱团应该是说叫做八角塔府城合唱团。那前2个礼拜这个八角塔的原团就是男生的，他们到东京还是哪里参加比赛得冠军呢？特别非常轰动同样的指挥就是李建立老师啦然后下个礼拜他们特别来我们教会献诗，为什么呢？等于是他们要为9月3号在文化中心举行一个正式的演唱会所以他们先来我们这边热身了那特别鼓励说，我们第2堂我们人数出席的比较不稳定，我期待下个礼拜大家互相邀请一起来参加礼拜然后来听我们这个八角塔合唱团。另外呢，下下礼拜连续2个礼拜都有音乐见证我们在8月31号那一天有嘉南北部大专团契啦，他们一个团队20几位要南下在我们教会来举行诗歌见证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互相邀请能够在这个第2堂，特别是需要更多人来支持啦，不管是基甸啦，或是我们的提摩太啦还有我们一般的会友，大家互相邀请更多人来参加更多人来参加。那还有一个报告就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保罗牧区呢，他们预定要在9月开始成立一个新小组叫做哈拿小组，一个信心祷告的小组他们因为平常都晚上聚会比较多，他们这个小组要在白天聚会，换句话说是要欢迎你晚上不方便出门或是晚上比较忙可以白天出来的我们原先有一个叫做信会小组，也是白天聚会如果其他还没有参加白天小组的，可以跟我们的同工来报名，不论是保罗牧区或是跟慈宝老师来报名他们要在从9月4号，等于是那一天的礼拜4早上9点半就开始了欢迎大家有互相鼓励，特别是你还没有参加小组了还没有参加小组，鼓励他们参加。我也知道有人这个不一定特别鼓励，但是有人很热心有人参加晚上的一组，然后白天就参加一组反正不会冲突，都欢迎了一起来彼此受造就跟激励好，那我们的50周年的这个庆典委员会，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就要到2楼开会，请大家预备心。好，谢谢。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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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我们默祷来闭会。